刚来看到高雄铁路地下化通车了后，沿途的高架桥差不多拢拆了啊。最后一座用47年的九如桥，嘛要伫11月时拆掉，重新规划改起一座新的，按算2026年特别完工。 来来往往的车辆拢准备要上桥，北高雄的民众拢未拆分。这座926桥已经有47档历史，桥体是下过爱河甲原本铁路轨道。因为绿桥本身就较悬，嘛有当地民众表示讲，骑车的时阵拢会较危险，认为拆除了后会较安全。路比较弯一点，所以我那骑上的现在有点晃，会比较不好骑。车也较好骑，就是。 至少唔免那里弯来弯去啊，就是一个桥有一点高度，有一个转弯，我们会觉得无介好骑。因为926桥已经要达到60年设计年限，目前市府准备拆除。原本桥是为923路起立，改建了后会为东明路连接好西路，会缩短通车距离。离附近店家嘛是真期待，唔望会当带动爱河沿线甲三明中岛地块零条商机。拆桥后会接续展开新桥的施工。 因为铁路已经地下化了，所以改建后的九如路桥仅跨越爱河两端的引道衔接平面道路的，借此可以缝合都市的纹理，也加速爱河沿线以及中都地区的发展效益。那边之后通的话，那反而会说，这样子直接就带来这边人潮啊，或是说，机车、汽车也那边，其实我们河西一路那边都是计次的。 所以也蛮方便的。高雄市的铁路拢已经地下化，最后一座926桥伫11月底高雄富邦马拉松结束了后，就会开始施工。改建了的926桥长70公尺、30公尺宽，按算伫2026年就会完工通车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